通过这样一个大展的形式，我想呢，让我们的公众更多的了解我们中国土地上有哪些恐龙发现，这些恐龙发现对地球生命演化的历史有怎样的一个帮助或者推进。通过这样的活动呢，我们想我们在科学教育和科學普及這方面呢，也會對社會做很多的貢獻吧。參觀者亦都可以透過互動多媒體尋針式體驗。展覽會持續去到11月30號。無線電視記者鄭希年報道。遼寧瀋陽擁有旗袍故都之稱，瀋陽旗袍有咩特色呢？一齊了解下。瀋陽係旗袍文化嘅發祥地，呢度有旗袍博物館，珍藏360件百年以上嘅旗袍，講述從清代宮廷華服以嚟嘅演變歷程。那麼我們沈陽呢，是屬於清派旗袍的一個範疇。清派的旗袍呢，沿襲了妻女之袍的一個款式，有一些大大的寬邊兒啊，比較華美，面料比較精緻。最早的旗袍呢是圓領右衽，袖口寬闊平直，比較寬鬆的一個制式。到清末的時期呢，就由這個圓領變成了圓立領，由這個袖口寬闊平直呢，變成了一些收緊。腰身呢也不像以前那麼寬鬆了。到1900年前後，就有一個更大的一個發展，是由這種平面裁剪變成了立體裁剪，就是我們現在比較流行的一個海派的旗袍。瀋陽連續8年舉辦旗袍文化節，旗袍服裝店亦都隨處可見。以旗袍為媒介嘅各種沉浸式文旅活動不斷興起，唔單止帶動服裝業，亦都拉動周邊產業，旗袍經濟成為消費新亮點。無線電視記者黃偉琪報道。河北博陽殿濕地係河北首批鳥類天堂，野生鳥類近300種，係眾多鳥類嘅繁衍棲息地。一齊睇下。呢節中華錄影睇到呢一度。一架斯巴煙